係，大家晚上好。今日係 Jason 同大家錄製呢個復盤視頻嘅。係，大家晚上好，各位會員朋友。今日開始今日嘅一個復盤。咁我哋去睇翻今日嘅一個行情係一個拉指數調個股嘅一個動作。咁三大指數全日震盪上行，之後集體收漲。指數回暖，然之後結構分化嘅一個格局。咁整體上有1416隻個股上升，咁樣恒生科技指數咧喺權重嘅互聯網股帶動下咧就拉漲嘅。咁半導體板塊咧係逆市大跌，咁樣呢個都係正常嘅一個市場嘅一個高低切嘅一個動作。咁樣整個科網股集體走強，成為指數嘅一個上漲動力。咁樣消費同埋服務業咧都回暖嘅。咁樣今日係一個拉指數嘅一個動作。咁半導體咧就普遍下跌，咁成為今日嘅一個主要嘅拖累。咁整體外部嘅環境緩和咧，同一個內部結構性嘅一個政策加持下咧，咁樣個市場咧就係有所收復嘅。咁整體上嚟講咧，都係企25,100到25,600嘅呢個區間做一個震盪。咁樣我哋而家仍然都係處於一個重結構輕指數嘅一個主題投資窗口。咁建議都係重點關注翻 AI 算力、存儲、半導體、AI 服務器，仲有儲能呢幾個主線板塊。咁市場如果有個回調，俾到位我哋咧，咁我哋都可以去重點關注嘅。咁恒指方面咧就全日收漲，咁樣就企喺25,300呢一個位置，上方仍然都係有25,500嘅一個短線壓力企呢度嘅。咁樣再復盤一下咧，咁半導體同大模型股一個下跌嘅一個原因係因為短線高位一個利空同埋一個解禁嘅一個擔憂。咁直接嘅原因主要都係因為前期嘅漲幅過大，籌碼鬆動。咁樣半導體 AI 硬件行咗5月以嚟嘅一個走強，咁不少個股咧個幅度都頗大，咁有一個大量嘅一個浮盈籌碼。咁進入咗6月嘅第一個交易日咧，咁不少資金都選擇咗落袋為安先，咁更加體現出一種利好出盡嘅一種技術性回調。咁呢個都係正常嘅。咁我哋盡量都係等呢個調整結束之後咧，我哋更加去揾一個位置去加大關注。咁樣仲有另外一個方面就係話一個解禁潮。咁主要係因為呢一個恒科咧會納入咗一個 MiniMax 同埋智普，去同步翻大跌市場嗰部分嘅擔憂。咁7月份咧都有一個大規模嘅一個限售股嘅一個解禁。咁部分標的解禁可能超過60%。咁資金提前做一個避險。咁整體上嚟講咧，資金面咧，成個市場係風格切換嘅，資金大幅分流。咁樣資金從高位嘅一個半導體同埋 AI 應用咧，調整到去一個雲計算嘅板塊啦，指數成分股啦，仲有一個煤炭。咁而家係屬於一個高低切換嘅一個市場行情。咁高位嘅成長賽道咧，就會被持續分流。咁我哋再講翻呢個6月份嘅一個展望。6月份會迎嚟一個超級 IPO 嘅一個驅動，同埋一個宏觀政策嘅一個轉向。咁指數震盪、結構分化嘅一個特點咧，咁機會咧就高度集中喺 AI 算力、半導體同埋商業航天呢3個主線上嘅。咁主要亦都係 SpaceX 啦、長欣儲存同埋呢個宇樹科技一個上市，去帶嚟一個重新定價呢個商業航空、半導體同埋關鍵資源。咁我哋去睇翻我哋最主要嘅主線都係商業航空啦、AI 半導體啦，同埋我哋嘅關鍵資源。主要今日都睇到宇樹科技都已經有個會啦。咁6月12號嘅咧 ，SpaceX 咧就係會上市嘅。仲有6月19號咧，美聯儲 WhatsApp 咧都係一個第一次上台。
咁我哋都係聚焦翻呢三大主線。咁我哋圍繞翻 SpaceX 咧，咁我哋有啲標的係可以關注嘅。喺6月12號，咁美股方面咧，我哋可以睇到 RKLB 係作為商業航空領域嘅一個領軍企業之一。咁另外咧，仲有呢一個 LUNR 係一個聚焦於深空探索嘅一個相關業務啊。咁以及呢一個IRDM 伊星通訊咧，佢係以一個衛星通訊為服務核心。咁佢由多粒衛星去組成嘅一個全球衛星通訊網絡。咁喺一個商業航天領域咧，呢三間公司咧都係可以去重點關注嘅。咁港股方面咧，標的就唔係好多咁金風科技咧係我哋係可以重點留意嘅，以及我哋之前一路係有提及呢個2865都係可以去重點關注一下關於一個商業航天嘅一個標的。咁6月份嘅一個行情展望咧，更加多就係睇翻 SpaceX 上市前後嘅一個市場嘅一個焦點。咁另外咧呢一個 AI 嘅一個算力咧，我哋都係有講到㗎啦。6月份前2個星期咧高位回調咧，我哋係去做翻一個低級嘅一個動作咁佢一個結構性一個收復。咁6月下旬咧，我哋係睇翻Watch 嘅一個市場情緒嘅一個變化。咁一個6月12號一個時間節點啦，6月19號一個時間節點啦。咁我哋都要去睇翻美股嘅一啲變化對於港股嘅一啲映射。咁6月份嘅行情展望咧，我哋都係話震盪尋底，尋找機會，尋找方向。咁前半個月咧都係以睇翻 SpaceX 嘅一個科技主線，後半個月咧就睇翻美聯儲嘅一個變動。美股咧仍然都係一個震盪結構上行嘅一個為主。咁我哋5大投資核心嘅一個方向機會咧，仍然都係以半導體、先進封裝、商業航空、一個算電協同、一個銅鋁鎢同埋一啲高息股去作為一個5大主線方向。咁我哋喺6月份上旬咧，我哋係積極關注主線機會，去把握 AR 同 SpaceX 嘅一個聯動。咁6月中咧，我哋要評估翻 SpaceX 打新帶嚟嘅一個虹吸效果對於市場嘅一個流動性衝擊。咁6月19號咧就睇翻 Watch 嘅一個表態咁樣我哋動態去決定係加大我哋科技股嘅一個品種咧，定係我哋加大一個防守配置嘅。咁所以我哋從 SpaceX 上市後咧，會從一個積極低級，再轉翻咗一個試點驅動，加埋一個防守兼備嘅一個穩健組合。咁唔同類型嘅風格投資者咧，咁我哋係有唔同嘅一個操作方案。保守嘅我哋以高股息然之後穩健為主。進取型嘅話咧，我哋可以做均衡配置，去關注翻AI 同埋商業航天以及關鍵金屬。咁6月中咧，我哋可以逢高兌現翻利潤嘅。咁最後咧，我哋再講翻呢個月嘅一個活動。咁呢個月嘅一個活動咧係有升級嘅。咁入金30萬嘅話咧，就係有1500蚊嘅一個現金券。上個月係1000蚊嘅。呢個月多少少。
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嘅一個轉介紹活動。如果有一個朋友開戶入金轉介紹成功嘅話咧，入金1萬嘅話咧，就有一個300蚊嘅一個獎勵。咁如果入金大過30萬咧，就會有個600蚊嘅一個現金獎勵。咁呢個係一個 banner 頁嘅一個介紹路徑。咁今日嘅復盤咧就講到呢度。咁有任何問題咧都可以聯繫 Jason 嘅。多謝你嘅收聽。今日嘅復盤就到呢度。